明明是我的设计稿，你非要说我抄袭。你说的对，就是做什么都不合格。你说过，一个经常性跳槽的人，要么是非常有能力，要么就是极度平庸。可能我就是那种极度平庸的那种。我好聪明，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。郝聪明，你发什么酒疯？赶紧给我醒醒酒去！我明明没有抄袭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说我抄袭，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？你们还骗我！明明有前女友，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？你告诉我，你说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进来。老板，这儿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名。哦，金秘书，你让兴盛珠宝公司的前负责人过来见我一下。您不是一直都很少管兴盛的事儿吗？是的，我现在就去。陨石系列要上市了，可是池氏集团没给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说设计稿的归属问题。这可是我作为珠宝设计师第一次设计的稿件，心情真是糟透了，还要被下放到商场做民调。不过也还好了，趁机看看客户们都是什么需求。陨石系列谁给你的？是设计部研发的。你要知道，你自己坦白跟我查出来，两者的待遇是不同的。发生抄袭事件后，我也觉得奇怪，暗中打听，查到的是郑宝珠小姐的助理，就没敢接着查了。金秘书会对你做新的安排。出去。池总。聪明，聪明，池墨，你回来了。池墨，哎，聪明，你别喝了，你怎么喝酒了？你告诉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不要你管。池墨，你这个大坏蛋！明明是我的设计稿，你非要说我抄袭，还搞什么女佣雇佣合同，说什么保护我。要不是你要追查什么车祸，我至于被别人跟踪吗？聪明，你说你跟池墨一直住在这儿？池墨，你个王八蛋！对我的女人打主意。长得好像小小啊，只可惜你不是他。可惜
他还是别人的前男友。聪明，没有啊，我那天还有话你没听到啊。我那天说我要处理好以前的感情垃圾，重新跟你开始。但是你也不接电话，你还跑到这儿来，自己在这儿喝闷酒。聪明，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？啊？我昨天晚上喝醉酒，是不是跟迟墨说了什么？shit！ 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发明，没有之一。哎，表哥，你站着干嘛？过来帮我弄弄啊！我就是，哎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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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金秘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吗？按照您的吩咐都已经办好了，可是您确定要这样做吗？你有异议？啊，没有没有。Let's go！ 走啊，快点！哎，聪明，来，聪明，哎，坐啊。怎么了？冷啊？那个，你去把空调关小点。好。对，把空调关小点。啊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要给郝聪明女士开一个道歉大会。什么？道歉大会？我又做错什么了？就是表达我对你最真诚的歉意。丁秘书。啊。这个呢，是我亲手写的道歉书。陨石系列确实是我们无耻的剽窃。是撞车，头一次。你不舒服啊，丁秘书啊？没有没有。我今天来，不仅把陨石系列的创意还给美克拉美的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女士，恢复其名誉权，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，我们迟氏集团全部赔偿。我迟墨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为难郝聪明小姐。你真的是迟墨迟大爷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那你会不会后悔啊？这件事情，段经理不为太在意细节。迟氏集团将发表声明，陨石系列的创意归美克拉美。当然，由此造成的损失，我们迟氏会进行赔偿的。至于其他的嘛，我想我们都是生意人，总有合作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您说的有道理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对哦，不能后悔。哎，这样，我来教你吧。
你拿着这个，我们拍一张照片作为物证，好吧？来来来，你来给我拍。哦，你快点啊！来， 1、2、3，好了。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拍脸啊，脸。我想想啊，哦对，手机给我，我再录一段视频，好吧？关于陨石系列的事情，确实是我们迟氏集团无耻的、不要脸的抄袭人家著名设计师郝聪明小姐的，所以对此我迟默感到非常的歉意，我真的是太不要脸了。金秘书，你要是真生病了，你就去看病啊，免得外人说我们迟氏集团虐待员工啊。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对付你自己吗？哎，你不用管这些。这样吧，大家都来合个影吧。快点，就是你，还有你啊，你来拍，来。您请，您请。不管他是没吃药还是吃错药，终于还是还我清白了。加油，郝聪明！